去死吧！这是你们自找的。安林，醒醒！安林，醒醒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呢？没事。就是头有点晕。来，安林，起来。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呢？没事。你叫夏决，你策划了青青和方程的婚礼。想干嘛？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放心，不会让你们太痛苦。这么多管闲事，多管闲事，多管闲事！我和青青的私事，关你们什么事？住手！走开！这么多管闲事，打你！不好意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对你也没兴趣。这个微型防狼器
也叫微型电击器。我拿电罐改的，它能够瞬间让你麻痹、呼吸困难、晕厥、口吐白沫的。这么厉害？影子，赶快打开微型电击器。开了。等等，别打了！你不就是想和晶晶在一起吗？我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说不出来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方程和晶晶的婚礼是我一手策划的，我知道。而你去死吧！你没事吧？晶晶，你醒醒！晶晶，飞哥，木有，你没注意，你没事吧？是，快离开这里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晶晶，你是晶晶吗？不对，你是方程。你是方程，你是方程。晶晶，晶晶，今天怎么会是你呢，晶晶？晶晶，晶晶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晶晶。晶晶，晶晶，晶晶。你要记得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晶晶这个人了，忘了他吧。刚从国外回来，也没准备什么。听说你们喜欢喝咖啡，带了一些回来。方程啊，我们其实不喜欢喝咖啡，就只有夏决一个人喜欢喝咖啡。你下次出国呀，记得带点别的回来给我们。影子，能不唧唧歪歪吗？可以消停会儿吗？莫瑶，哎，安排一下。夏决又不会冲，给他也没用啊。夏决当然不会冲了，冲咖啡的都是安林嘛。咖啡豆这种好东西就交给我吧。安林啊，你答应我，这辈子都要好好的帮夏决冲咖啡。够了啊！不够，一辈子哪够啊？8辈子才够啊！好八卦。你们好。这是我老婆，我希望你们找到她，让她签上名，并写上祝老公